喺工業大道轉入去全塘路嘅呢一間無名腸粉店。老闆任性嘅營業時間已經聲名遠播，每個星期開4日休3日，每日中午12點鐘準時收攤。而家休息時間依然冇變，周一、周二、周五3日休息。呢間年代感滿滿開咗20幾年嘅老破小，始終都係靠真材實料。老闆話：而家已經做一日算一日，做到唔想做啦就收檔。我聽到呢句話，突然之間感悟良多。對於腸粉嘅愛好者嚟講，可能突然嘅再見係一種惋惜。但或者對於老闆嚟講，咁樣又何嘗唔係一種解脫？做餐飲人咁多年，睇到太多辛酸苦辣，活在當下先至係正確嘅煮食調。好啦，講返主題，腸粉上台有新鮮嘅生磨米漿嘅清香，腸粉嘅表面微微地就帶住一啲自然嘅紋路，唔係完全平整光滑，而且粉底厚薄均勻透光，唔薄脆，軟糯亦都唔黐牙，嚼嗰陣仲有米香嘅醇厚感。啲豉油鹹甜平衡，有啲蔥香，有啲豬油香，唔會好似一啲工業豉油咁黑，淨係得個鹹味。美中不足嘅就係唯獨呢塊豬蓉處理得唔係好乾淨，好大陣豬好味，或者呢陣豬好味以後都會留喺記憶中。OK， 收隊，下次再諗下食啲咩煙火美食。點個讚就走啦！